伤困难啊！我是咪想讲，我家己协会伊个名拢袂使响念。NGO 专家甲学生以下世代、下领域的观点，切入当代社会议题，大家互相顶功夫。看节目嘛，顺续学台语新词。头起先就来介绍今仔日的参赛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同志热线资讯协会的 Amy。阮协会即摆已经成立26档啊，阮的做的工课有真济，有接线的工课，有迄个同志爸母的工课。爸母的工课就是讲吼，有的囡仔是同志，过爸母可能无法度接受，也是有一点仔困扰的，伊嘛会打电话来，互阮家己服务吼。有艾滋的工课，有女同志的工课，有下性别的工课。搁有一个工课就是，阮会去到台湾的学校去甲学生讲，什么是同志，什么是下性别，什么是多元性别。热线即马有差不多300-400位的义工，有13位的工作人员。阮的工作人员甲义工其实吼，足侪拢是助人的背景，可能有啥物社工有心理师等等的。过其实吼，我家己是学商的吼，嘛毋是助人的背景。过阮感觉讲吼，你也是愿意助人，愿意听人讲。有同款的同理心，就当来遮工课。因为阮感觉讲学历毋是上重要的，你有这个心是上重要的。听讲今仔日的学生足厉害的，过我嘛会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苏琪芬，我即马读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文系。我自细汉的时阵，其实我是较袂晓讲台语的。毋过，就差不多伫咧国小3年的时阵，阮爸爸就鼓励我甲我的弟弟，就是逐工敲电话互住伫咧北港的阿嬷，就是开讲，就安尼来练习台语。搁有国中的时阵，因为我爸爸妈妈较无闲，所以我来讲甲来妈来阮兜煮饭互我甲我弟弟食，所以就是常来讲来妈互动的过程中嘛，是一个练习台语的机会。今仔日的参赛者看起来准备甲真齐全，到底输赢的结果如何？进入比赛之前，先来看双方介绍因在单路。今仔我带来的单路有几啊个吼，一个就是阮协会吼，协会的迄个应该是协会啦。协会徽章怎么讲？Team，是英文。形尖，好 ，Together Stronger 就是阮1208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台湾有一个公投，公投，嘿对，嘿赞，公投。我感觉我今仔会输吼，不要紧，阮的公投吼，阮有迄个希望大家会当甲阮做伙吼，就是讲 Together Stronger 就是会当做伙，会当变作足强的安尼，所以 Together Stronger。好，因为我即马是住伫咧网咖，网咖最有名的就是伊有一个青草茶，所以我就去买这叫来自迄个老济安的青草茶。这间店虽然讲伊是卖青草茶，毋过其实伊是算讲足现代化嘛，转型了真成功的一间店。其实我逐摆去的时阵嘛，常常听到迄个头家咧讨论讲要安怎从边仔的店家合作，要安怎互迄个网咖迄个所在的迄个经济更较发达呢？参赛者需要进行3个关卡。第一关是国中会考、社会科的公马题，唔知影这个题目大家敢有法度正确回答？新闻报道，大法官解说第78号解一文，宣告民法中无保障同性婚姻的规定，违反宪法保障人民平等权甲婚姻自由的权利。相关机关应该伫2年内完成法律修正，也是制定。若到时还未完成修法，同性2人通照现行民法规定办理结婚登记。以上的内容显示出宪法的多一项特色。A. 规范范围上宽 B. 法律误解上悬 C. 修改定数困难 D. 条文内容简要。是安尼吼？嘿，是安尼，应该是安尼吧？对啦，是 B. 法律误解上悬。我叮咚叮咚。家己学就对，叮咚叮咚。爱解说对无？哎对。对，因为法律违解上悬的意思就是讲，宪法是比其他的法律甲命令更较悬、更较大、更较原则的一种规定。所以，若是讲其他的法律从迄个宪法有冲突，就是以宪法为主安尼。所以，即马题目内底就是讲民法内底有无规定着宪法保障的权利，所以就是以宪法为主。
我当补充一下吼，其实17年的时阵，讲通过啊，我2冬以来爱有一个法律来回应这件代志吼。啊，毋过其实阮迄个时阵感觉有一点仔失望，因为我感觉阮计是会当直接就合法啦，合迄个民法，嘿，啊，个用一个七速八出来，阮有点仔失望安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讲有点仔失望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无满意，啊，毋过会当接受。意思是讲，因为阮身躯边真正有足侪人咧等啊，咧可能是身体咧破病啊，还是有囡仔要收养啊，什物有诶无诶，因拢咧等即件代志会当合法，所以阮会想讲吼，不要紧，咱先过一个版本吼，然后阮来后壁慢慢仔补，安尼对。用煞牌台语报新闻，念着随替你修正。一般工课场的制服便所顶顶的设计，大部分是以男女两性来思考，对下性别来讲，造成真大的困扰。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今仔日开记者会呼吁，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公共场所，拢会当设置无性别分别的便所，安尼其实嘛方便搁较侪人使用。今年奥运后性别的议题有袂少的讨论，其实生活当中嘛有侪侪性别平等的观念，需要继续来推广落实。中华田中妇女中心就举办讲座，邀请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社工主任对家庭工课。同性婚姻这方面，和甲民众讨论性别多元、甲平等的议题，用台语贴明当代社会议题，落后者平盘上每一届机会。来，人工生殖的意思就是。无法度自然生囡仔的配偶，会当用人工的方式来把囡仔生出来。啊，目前的人工生殖法是适用伫咧翁仔某之间，就是一男一女的关系。啊，其中一方若是无法度生囡仔，就是适用这个人工生殖法。啊，毋过现在伫遐咧讨论这，就是因为人工生殖法其实无去考虑到同志的朋友的。权利就是因其实嘛是无法度两个同性别的人，其实嘛是无法度生囡仔，啊毋过因嘛无法度去使用这个人工生殖法，所以其实即马真侪同志会去国外，就是美国、加拿大去接受这个技术，也是讲就是私底下去偷甲人买，对，所以即马平权的组织咧，就是拍拼的方向，就是讲希望会当开放，讲会当用权。精子也是管卵的方式，互迄个同志的朋友嘛会使结婚了后，若是想要有囡仔，嘛是有法度家己来生一个安尼。对。其实我身躯边都有安尼的朋友，伊是一个查囡仔，啊，伊一个查囡仔，伊一直拢想要有一个囡仔，啊，伊一定开钱开100-200万啊吧，去加拿大啊，个美国去接受手术，好接受手术。啊，毋过咧，可能就是有时差啊，啊无就身躯，因为讲实在啦，你踮台湾会当做的工课，你爱飞遮尔远去做啊，伊当做2-3届啊拢失败。啊有一届阮去一个公听会来争取这个法律的时阵，啊伊迄时阵讲较好，因为感觉讲。伊踮台湾就是一个有60岁啊，迄个正统的国民，有啥物袂当甲人有共款的管理安尼。啊，我踮边仔看是真甘的啊，因为虽然讲我家己是一个无要生囡仔的女性，啊，不过我完全支持有要生囡仔的人，应该有法度去生囡仔。多谢大家。非常厉害，多谢真的甲我多枪，多谢。这是要互你，我输的单路吼。啊，过其实我感觉讲，这是要互你必伫身躯顶的。其实我问一下吼，因为咱两个一定有一寡年岁的差别啦，啊，所以我自我细汉的时阵无接受到性别教育，我真好奇。
唔知即马恁性别教育有较济吗？有较好吗？我是感觉是有的，就是可以比起比搁较早，其实课本内底是会去写，老师嘛会教。毋过我是感觉有欠缺的所在是，规个学校的气氛，是同学之间的互动，还有老师甲同学的互动，其实是无去完全去尊重着所有的同学，着所有无共款的气质，还是安怎？对。所以佫有拍拼的空间的。佫有空间，对。我感觉即马教育是有差啦，毋过佫有足侪需要。对我来讲，可能有个人感觉讲哦，安尼就真满意啊，应该是 OK 啊。对我来讲，佫有真侪爱调整的所在啦。所以我感觉讲安尼的比如讲学校啊，伫个普通的迄个公共场所啊，是人工课的所在，我感觉讲爱佫较济对同志，还是对无共款性别的人的优先，应该佫提悬较对。NGO 冲向你。